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这两天有新闻报道，任天堂 Switch 在咱台湾的生理伤过加压，主机卖甲无货，敢来当共捆包来卖。意思是讲，甲两款的产品合做伙卖。而这意思是讲，消费者若要买，都要甲主机和游戏片同齐买。今仔日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捆，一捆两捆的捆，读课文捆第二条。台语字典解释捆的意思，就是甲物件绑好安、绑好好势。像讲行李若绑好好势，咱讲是捆行李，买单讲是捆。像讲锁啊捆起来，捆买单算是绑一百单位。像讲一捆甘蔗，同款买单讲是一捆甘蔗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捆绑，会当讲是甲物件绑好好势捆起来，有束绑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捆锁，有两个意思。其中一个会当讲是用锁啊绑起来的动作，嘛会当讲是捆绑的锁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要去外地读大学，当咧捆锁伊的行李，安尼捆绑好势，就会当送到火车头，用火车寄到因学校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捆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